好啦，乡亲啊，最近的天气因为透西南风，全台湾各地拢是高温炎热。气象署伫下晡的3点25分，嘛警示台东，除了有火烧风来发生，台东县嘛将做今年全台湾第一个到柑仔色灯号的地区，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。台东的太麻里，伫拄正的3点05分，气温是飙到37度6。受到沉降气流的影响，好层的土沙是互风吹甲硬硬飞，土沙迎野一路经过市区，主要的干道蒙蒙雾雾，民众驶车视线无好。当地乡亲讲空气嘛真歹，这个高温加上火烧风，要提醒台东的乡亲尽量莫出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